我會覺得9988嚟講咧，其實最近其實有一個跡象就係咧，你見到佢不斷係有好消息出現啦，即嗯，係有傳啦，平頭哥會上市啦，咁然之後今日又開始傳出話啊，簽問呢個 app 咧會有一個30億派利是嘅活動啊嘛，咁但係整體而言就似乎好似不斷有好消息出現，但係個股價就即係不升反跌，咁所以我覺得就有少少即係所謂嘅信價背馳喺度咯。咁所以我覺得係要尊重佢嘅。咁尤其是我哋見到佢上個禮拜其實佢一突破170嘅時候咧，都冇延續呢個升勢啦。咁今日其實單日跌緊好似4.55% 左右啦。咁其實又係比較似係大市嘅嗰個模樣咯，即係假突破向下咁樣咯。咁所以我覺得短線而言啦，其實今日係比較重要嘅，因為今日係第一日去測試呢個20天線嘅支持。咁如果收市嚟計咧，其實佢都唔能夠上翻，我諗大概係163蚊啦，163個半啦。如果收市都上唔翻嘅話，咁其實佢就係失守咗20天線。咁所以我覺得後市其實佢有機會回調落去，可能155至到150嗰啲區間，咁然之後再打底向翻上咧，都唔出奇。